就是你先煮好再就是在家里先把那个煮好，然后带去，通常是带去工作的时候。对。带出去工作要1天啊。那个量也对很多。所以我就说，这个田里不会饱啊，要好几个啊。这个也不够了，大的当然是可能是有的有更大的。那再不够的话，刚刚你讲啦，用那个就是啊，用那个槟榔烧了。以前小时候拿来做的有没有？那个作为便当盒，还有用那个什么把鸡卤面包果的叶子也是做便当盒嘛。只要有硬叶的叶子都可以保存那个米啊。但夏天可能是会有一点会容易坏掉吧。我是没有试过夏天的。刚刚少讲到那个文化的意涵，不晓得这个阿里峰峰在文化的意涵里面有没有，在我们的原住民里面。刚刚只有讲到故事嘛，有没有文化的意涵？文化的意涵啊。就比如说那个会做这个技艺啊，人家才会觉得你可以嫁了之类的。应该没有那么严重。没有。我只知道说你要会种田才会嫁到好丈夫而已。要不然你不会种田，你嫁过去也是被人欺负。我是听这个而已。这个的话我是没听过。这个好像你看，像我们那个丹麦那边就没有这个阿里峰峰啊。你丹麦很多这种的。可是我没有看到人家在做呢。真的。也是很少啊。一个区域一个区域有，如果是对啊，不见得都会。它有区域性的问题嘛，就是什么花莲比较多在做。吉安的。对，我们就是吉安的。对啊。吉安的比较多这个。对。我小时候就没有看过呢。是哦。我都是听别的区域的阿美族才有。对，我是小时候，因为我们家有种那个什么花生啊，然后糯米跟花生生的就弄在这个阿里峰峰就这样煮，这样丰年祭的时候就拿出来吃。它像这种工法编这个，跟他们平常编什么背篓啊、竹编啊，工法是有相关吗？没有。这是另外特别的编法，跟那些都不太一样。不一样，因为那个你说像背的那个叫那个叫什么？瓦鲁鲁。那个是用那个藤心的。你去哪里的那个刚刚的？你去哪里？对呀它有现成的。刚好有。它有现成的。他刚刚有给我看，它现成的。它的那个编法就不一样。它跟这个的编法又不同。背篓我们有。背篓。还有用反锁的啦。没关系。反锁没关系。它的编法又不一样。对，它的编法是不一样。它下面就四四方方，不会像那样子。所以有没有其他相关的东西跟这个编法一样？有吗？就是阿美族的那些编织的工艺。只有阿里峰峰是这样编。对呀。其他都没有。那个像编那个粽子的方式啊。粽子有三角那个，我们不是有那个。你粽子是直接绑的，不是叶子。也可以这样编啊。我们以前阿美族有粽子哦。那是我自己的创意啦，我也会编那样啦。但是编法是只有3个角啦。我们现在这个是阿里峰峰是4个角啊，它是只有3个角啊。那个像粽子一样啊，也是用这样编的。可以，它也是这样子弄到上面的。对，它是这样变3角了，没有像这个有4角。很特殊啊，看自己啦，我看也是很多汉人也很会编啊。编这个。编织别的，不是这样的啦。我知道。他会编织像那个装东西的盒子啊什么的。那个是另外的。
刚刚讲的别的族群就是用那个其他的材料嘛，吼。对呀。阿美族就是用这种。阿美是用林头叶。林头叶跟那个什么？叶桃叶。叶桃叶。你可以用叶桃叶。哦，月桃叶。月桃叶的编法又不一样。不一样。不一样吗？就像你们那天我去教室，不是有那个一个盒子盖的？所以那个，所以月桃叶是拿来装东西的吗？还是也是拿来装像这样子当便当？也可以啊。也可以蒸哦。蒸啊。啊，是用叶子吗？还是晒干？像他们是晒干的。它那个是先晒干的嘛。它那个林头叶的叶子有没有？人家也是可以弄那个油饭啊，蒸啊。叶桃叶。叶桃叶。那个很像巴掌嘛，是晒干的叶子。对。你的那个是属于晒干的叶子。晒干的。晒干的。但是没晒干的好像比较香哎。对呀。所以以前有用月桃编这个缝吗？没有啦，没有。所以就只有用林头叶。只有林头叶。只有林头叶才有那个阿里风凤。哦。所以就是就只有。专门做这个。其他的都没有。其他没有。就阿里风凤而已。对呀。我们还有什么？那个用林头叶来编的。没有。就只有做这个。对呀。它可以用来编别的东西。当然有啊，像叶子较大的，叶子比较厚的，我讲了，冬天才可以采收，它可以做成那个斗笠啊。啊，对，斗笠。晒干吗？还是生炒的？晒干啊。晒干之后。要像那个粽子啊，我们不是去市场买，它已经处理过的。晒干过的，但是它是会揪啦，没有错。你弄湿它一样会还是那个。卷卷的。那一定你要先煮过啦，然后煮过之后再给它泡水，它又开了。那个斗笠上，然后在外面再用覆膜好胶还是什么。再特别处理啦。再处理过才有办法做成斗笠，但是目前还没有看过这样。对啦，好像没有。目前这个林头叶就只有这个阿里风凤而已。在盐乡那边也没有用这个林头叶做斗笠。没有。没有哈。是看过老人家有用过，我是还没试过啦。我也很想再去试，再去研究看还能做什么。对。不要只有这个哈。再去研研究看看。既然没有什么禁忌的话，对呀。很好用的。确实啊，现在目前没有人在研究，就都是，我看盐乡那个吉安啊，那个谁陈老师，他也是陈一美老师，陈一美，他也在教学生做这个阿里风凤。是啊。然后他还有教学生用什么？他做了阿里风凤之后，他又开始编阿里风凤里面的料。教什么？教里面的料。是什么？那个。饭。桂鸟。桂鸟。我也捌过。为什么要用把怎么的？那人家不是有那个吗？以前用那个什么水饺吗？水饺的馅用把贡。我第一次听过呢，人家都用那个水饺都是用那个什么那种韭菜啊，对，他用那个，咖喱菜啊，他用桂苗啊。桂苗哦。可以做成水饺，可以做成放在里面哦，很香吗？它就是包什么呢？它就是不是说只有包那个米啊，它就用那个把固，那个桂苗啊，做菜嘛，然后一样啊，做米，一个米一个菜呀。一样是用这样编，但是它里面的菜是把过。
那你的把锅是不是已经煮好了？对，烫过。烫过，清烫过了，对。穿烫过。这个就用。那有什么作用？它只是放进去里面。它只是教里面的那个配料而已啦。创意。对。创意。它变成一对嘛。意思说一个是饭，一个是菜，但是它的主题还是阿里风凤。所以以前也不会带菜出去，就都是带饭。以前的人就嘛带饭而已，有饭就饱了。对，有装那个。所以那个应该是后来研发。后来外面那么多野菜。对呀。后来研发。他自己研发用那个把布这样啊，然后里面装那个啊把布这样。我说那有什么特别的？我妈妈告诉我，那还不是主题是阿里风凤吗？对呀。我妈妈跟我讲，我说。你管他，你做你的。对呀。他说，他现在有装，说什么里面装那个菜，我说是什么菜，把过而已呀。那有什么特殊啊？对呀。那还不是主题是那个阿里风凤啊，编织而已。只是把东西放进去。对呀对呀。那这样就。今天就谢谢你喽。辛苦你了。也辛苦你们了，谢谢你们。